今朝由都拜齋1個鐘頭鬆啲啦，嚟到呢度係阿布達比阿布扎比。阿布達比最出名噶啦，就係除咗個清真寺，就係呢一個羅浮宮。而家40幾度啊，好曬啊，好靚啊呢度。嗱，前面呢度就係啦，係入口啦。阿布達比，哇！前面起好多樓喎，哇！好曬。嗱，呢個寫住太陽好曬咧，反光背光，大家見到呢個名啊 Lu'e Abu Dhabi。嗱，前面咧就係入口。You live here or tourist? I live here. You have bazaar? 自助嘅購票，65個dirham一張。我個女喺呢度做工咧，佢哋有一張卡係有 discount 嘅，原本係65蚊 discount 咗咧，就係45蚊。佢一次可以帶3個人嚟，咁啊好平啦。折咗之後，圍起香港錢100蚊啦，原本係65嘅，而家45，好抵啊！阿布扎比羅浮宮係阿聯酋嘅首都阿布扎比。2017年11月正式開放，由當其時嘅法國總統同埋阿布扎比嘅王儲一齊嚟揭幕，係阿拉伯世界第一個國際級嘅綜合博物館。好簡單介紹下啦，咁佢個設計咧就一個巨型嘅天幕，係嗰啲阿拉伯風格嗰啲幾何通花啊嗰啲形狀重疊而成嘅。咁日頭呢啲陽光咧就穿透射入去中庭廣場嗰度，靈感咧就嚟自阿拉伯棕櫚樹嘅陰影。咁佢夜晚咧個天幕開着4500盞嘅燈照住，就好似阿拉伯神燈1001夜咁嘅感覺。大風啊！呢度出咗嚟咧，有個 coffee shop， 咁啊望到呢有個景啦。前面咧又係起緊一啲，我諗又係旅遊景點啊！前面呢度。呢個位咧打卡位啊，好多人喺度乘涼唞涼，跟住前面有個 model 喺度行 catwalk。
就俾咗10億歐元俾法國，攞咗長達30年嘅用羅浮宮呢個名嘅品牌使用權，亦得到法國好多博物館嘅支援，每2年就借出300件展品嚟呢度展覽。阿布扎比羅浮宮佢嘅面積係24,000平方米，係阿拉伯半島最大嘅藝術博物館。開放時間呢，就星期一休息，禮拜2至禮拜日由朝早10點鐘就開到夜晚半夜12點。入場費就係大人呢就65個迪拉姆，約莫係港幣140蚊。咁佢展品最出名咧，就係有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嘅畫啦，亦有梵高嘅自畫像啦，有200幾件咧，就係阿布扎比羅浮宮自己收藏嘅。另外有300件咧，就係由法國嘅羅浮宮同埋另外12間法國著名嘅博物館借出嚟嘅。咁 K 姐好快咁行一個圈，拍少少俾大家睇下。大家如果嚟到阿布扎比，除咗去最出名嘅清真寺啦、Ferrari Museum，都可以嚟呢一個阿布扎比嘅羅浮宮睇下。樣嘢咧好得意㗎，我去睇到嗰啲男性嗰啲雕像，咁佢因為中東個宗教回教咧就好多規限嘅，唔可以展露嘅，就用塊葉遮住特殊處理重要嘅部位。如果打卡都幾得意嘅呢一幕。今日一日遊啊，翻屋企啦，而家揸車。